大家好，我是阿婷，我是 Lucy， 欢迎收看。顶一集议论院长，互阮了解野生动物病院是拢咧无用啥物。这集要直接带阮来去看熊，毋过看熊进前，爱先来去一个补脑的所在。2走路2分钟就到啊！野湾伫地上有一个保育探索馆，就伫市区的街仔路里。内底有展示野生动物的身躯所留落来的骨头、烂片甲标本。小小的空间里有真侪生态相关的知识，连阿婷嘛感觉真趣味。欢迎大家来遮佚佗哦！大家去这足古锥的。去摇，这是食的骹。我先甲我先甲关起来，看你会使摇着无？顶面有甲你暗示。嘿啊，甲你暗示。这有骹蹄，这镜头做设计。这是后骹。这细细啊。这较古锥。的镜头。这像咱的手。安尼我先叫这一定是狗。嘿，无毋对，这就是咱台湾的高山啦。这个伊的头生安尼，敢是熊？熊无遮细骹。这敢是熊啦，伊个有指甲。这后摆食。这龟子吧？这是龟子吧？是龟子吧？龟子吧？这是后骹。尖尖，这是伊的头。嘿，食狗野。是大力啦！我毋对，伊是后骹，伊后骹。这是。这真简单吧？这是伊的喙齿是吧？嘿啊。所以这是山猪。嘿，我毋对，这就是山猪。所以山猪嘛会加减嘛会来食。加减较少。嘛是有当过一两只。了解。嘿啊。古锥呢？议论咱即摆愈驶愈山顶，你要带阮去倒位？咱今日要甲2只熊，一只熊要去山顶有熊哦。一只要我们检查，一只是大只，一只是细只。要来看2只熊呢。今仔日来看的这2只熊，因是伫花莲倒溪乡红发现的。熊妈妈有理。伊的脚掌受伤断去啊！医疗团队是要安怎来甲伊治疗呢？迄只妈妈手受伤是啥物原因？是毋是叫叶仔夹着，还是锁仔掉着？锁仔掉着。是锁仔掉着。伊是叫锁仔掉着。伊时阵，所以伊的手受伤较严重，所以阮今日阁要甲你做一个检查。所以因会去用发现嘛，是因为妈妈去用困的。所以你下底是庆当电工，庆当电工，来医疗是伫咧车顶。医疗伫一个车顶。这就是阮的医疗车。伊即摆爱几个人扛才扛会起来？即摆可能爱4个，因为50几公斤、60公斤。因为台湾乌熊母的较细只，公的较大只，公的可能有80公斤啊，破100公斤拢有可能。台湾母的较细只，差不多60到80。所以头拄仔你讲的迄只，伊的查某囝已经差不多伊一半吼。差不多，嘛是一半。所以差不多伊可能明年就是会使家己独立生活。所以因会当大甲像即摆妈妈遐大只遐重，大概偌久啊？1年半差不多。即摆就是兽医因准备要甲大只的熊，甲伊麻醉，甲伊搬出来，所以要准备用迄个用笨的剑射迄个麻醉药，甲伊用迄个麻醉针甲伊射入伊的身躯内底，等伊看卖成功无？
他拄仔迄只鱼的妈妈已经，迄个兽医已经成功啊，有甲伊分迄麻药注入喺身躯内底。即马就是兽医因咧准备要甲即只迄个大只的鱼来翕电光，啊，因为伊的手受伤，咱即马看会到伊的倒手的迄个手麻已经拢无。所以因咧检要翕电光看伊内底的骨头，即马迄个恢复了安怎？因即马要甲伊固定一个翕会到的姿势。即马这个像咱去齿科红翕电光共款。换手，黑了换手。即摆要甲伊换伊的正手，啊，拄仔是翕倒手。啊，因为即摆去用麻醉了，就是规身躯啊软gorgor所以嘛，看起来无介好处理安尼。先把电脑收手。阿伟站对面这里给我。这个哟。好，哎，收手喽。云龙把那个电脑放旁边。先拿下来，拿放在那个笼子上。不要晒太阳，预防伞。上来笑。好，可以。等一下，我去里面接。对啊，很重哎，68哎。因即摆咧互伊输麻药。有点血。1分钟。好，降个3喽。还有多改善。较袂互伊检查到一半醒起来，伊喙齿足长个咧，喙齿黄。即摆有3个兽医咧，甲即只大只鱼做检查，后壁骹咧抽血，头前只是维持伊的麻药，爱去检测伊的心跳啦，还是喘气这方面的。啊，议论即摆咧处理伊的倒手的空喙，恁会甲伊做啥物处理啊？即摆看起伊的空喙已经收起来，骨头无落，无落走出来。咱即摆后壁看到即台就是野湾因的野生动物的行动医疗车，爱当看到因其实伫咧即台车内底会当做足侪动物的检查，甚至一寡医疗的行为。所以讲，即台车对因来讲是足重要的，因为因有当时要去救的，还是要去处理的动物，拢是伫咧野外，无一定会当送转去到病院才处理。啊，所以这野外的行动医疗车对因来讲就是足重要，所以嘛是。顶面嘛有看到有人赞助的就是足需要咱的一寡资源还是经费来甲因支持安尼。你还是好，投给你啊。对。他怎么那么浅？对啊。没关系，你那往抬，他就往下。OK，好了。Go，转向。好了，好，下。哦，原来是安尼。有一个兽医师爱入去内底，软过去。步抽出去。
推一下，推一下。伊若要称起来，就是啥物所在先叮当？目睭，目睭开始念。嘿，目睭会开始念，啊，耳仔嘛会开始叮当。哦。啊，搁有腿腿。哦。哎，就甜的，甜甜。那只高飞，我搁伫山顶拄着你，我可能会惊你。伊若搁较真心的，敢会甲人拍。哎呦！所以伊即马袂请。伊到啥物程度才会请？恁来报道。即摆伊自己会使，你完全起起来，起来坐起来，你甲伊看。哦。后壁坐起来呢，后壁混得拉拉。保护家己个。咱等下要甲细只鱼放来即个所在，啊，即个所在有树啊，有，阮着甲这伊会食的物件，凊彩蛋，安尼伊就会使一只足大的所在，家己去找。啊，因为伊是细只的鱼，所以伊就爱适应这自然的环境。嘿。所以是搞即片空间，就是要互伊人家适应一寡时间。嘿，适应一寡时间。伊要住，可能要住偌久？可能爱明年的春天。哦，所以这算是因要正式去野外进行的一个适应的所在了。嘿。啊，恁感觉会入来补物件互伊食？我嘛会使为外口弹入来。哦，足青草的呢。今仔日要放入来，即只是，即马大概偌大汉啊？差不多32公斤。一个大人要抱起嘛，淡薄仔困难啊。即马小可困难，你嘛无法度甲抱啦。我是讲伊的重量啦。即马歹称称。真诶啊？啊，另外，阮可能嘛会使提供伊一寡野外的野果啊，伊会使食的物件。好，安尼即马阮食物藏了啊，所以咱进来去外口。OK。咱就要甲鱼藏在即个环境内底，咱袂使甲伊共一个环境伤危险啊。啊，是讲咱人入来，即种气味对因来讲，敢会？毋是讲无介济啦，嘛是有人有这是拄拄啊尔。啊，正经阮家饲嘛是阮的弟啊。嘿。屋里的食物穿好势，刷落来准备来去训练细只的母蛙。那因准备要甲细只鱼放入去训练场内底。运动轮子。阮即马来一个较悬的所在来等伊。毋知等下伊门开起来以后，伊会随冲出去，还是会伫遐偏的，还是讲伊就孤立伊的迄个人内底无爱出来，拢有可能。即个方向倒边，还是按遮冲去山顶，还是按迄边就是咱拄仔行过的路，按正边。即摆要想办法，甲迄门开较开的，互伊会当出去外口试探看觅。我讲放一台细台机器边啊，所以等下来去看觅伊个，敢是按镜头咧咻要走过去。
来了，出来了，有对啊。进去了。你直接冲起来啊呢？我说。乌里甲母啊，经过野湾团队超过1档的医疗、饲养照顾、甲野放训练了后，伫2026年的4月，总算会当倒转去山南的厝邻。阿丁即届来探访，毋但看到救援，佮看到因的希望。你感觉野湾野生动物病院是咧创啊？救野生动物咧。对，我顶头有去遐看因咧救一寡，比如讲腊鯉啊，啊，佮有龟。啊，佮有一寡龟子肉，佮有鸟啊，佮有上大只的物件，你感觉是啥？什么？佮较大只，大只。海洋。唔知。乌的。乌蠅。乌蠅啦，对啦，我有去遐翕乌蠅。好，咱今摆来找遐姐姐看因遐有啥物通互咱耍。好啊。好，行。嗨。看这有啥物件你有兴趣的？有时你有熟悉这个动物无？你甲阮介绍一下吧。压力高。哪里高？啊来。这个吧。那是啥？这个吧。水果吧，龟子吧。龟子吧。还有啥？抓鹰。抓鹰。乌蠅。乌蠅。山羊。山羊啊！哦，迄山羊啊，迄只山羊啊。还有啥？暗光鸟。暗光鸟。无啊。啊，这是啥物？唔知。这是一种钓鱼鸭，啊，毋过这是咱一般看袂到，咱一般看到是青色迄种。伊讲是有一个名叫法拉利。现在有法拉利。法拉利。之前一台车一个。对啊。哦，伊有日头较红哦。哦。有日头伊就变法拉利。而且足紧的安尼。而且你会使看伊的尻川吗？尻川。看到一个就哦，伊的尻川。哇，金金嘞。伊拍飞的时阵足水的哦，敢若伊只有哦。伊迄是规片的，还是敢若一段？一段。一段尔。啊，恁病就是迄落来阵，敢是有迄个实习的，还是志工？今晚有志工，志工是3月甲5月。3月到5月。嘿，啊，实习生的是7月。哦。大月甲8月，应该是6、7月。啊，几岁才去？几岁才咱去大学？哦。嘿，大学的时阵。安尼，即个搁爱等一下。好，安尼咱后摆若去台东才来找因佚佗。好啊。好吧。好，拜拜。我是梁希 ，A.K.A. Lucy。拜拜。